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现在来聚会了，我们来一起低头祷告，一起祷告，我们今天呢要来念的是百节金句，然后是在第20篇。让我们一起来念母语，然后我念一句，然后你们跟着念一句。阿比利巴，阿比利巴，格玛拉吉阿迪兰，格玛拉吉阿迪兰，格玛拉马萨鲁安，格玛拉马萨鲁安，格玛拉马布扎阿兰，格玛拉马布扎阿兰，格玛拉米德真安，格玛拉米德真安，阿比利巴，阿比利巴，阿德玛米利，阿德玛米利，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13章7到8节， 7到8节。然后他的经文在下面，他说意思是，爱能包容一切，对一切有信心，对一切有盼望，能忍受一切，爱是永恒的。你们全会了吗？